试炼的是，咱的目睭只有黑暗甲烦恼。这是咱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就是继续烦恼，一天过一天；第二个选择就是烦恼一个也就好，然后交托互上帝，互上帝替咱想办法。相信一切拢会将烦恼交互上帝，互上帝来替咱想办法。阿门吗？好，烦恼交托互咱的阿爸爸，然后咱出去行行，看看山，看看海，看看花草，看看苦水的囡仔，你就会看到无共款的境界。咱即马甲烦恼拢放一边，将这首诗歌当作咱即马看的，用心来看上帝美景。好，我感谢你，主耶稣。